馬太福音12章，無幾久以後，耶穌在一個安息日經過麥田，叫學生妒忌，就落到麥倉來食。有的法利賽人看到，就對耶穌講：你看，你嘅學生做安息日禁止做嘅事。耶穌應講：太尉老田幾個人妒忌嘅事做乜嘅？伊就無讀過希望，其入去上帝嘅聖殿，食獻本上帝嘅餅。其老田幾個人食這種餅嘅係違法嘅，因為只有祭司才做得食。咁講，伊就無讀過摩西嘅法律所記載嘅，大家安息日，祭司在聖殿隆重違反安息日嘅規矩。仲係唔算犯罪。挨老伊就講，在這位有比聖殿還加重要嘅。聖經講，挨所愛嘅係慈悲，唔係獻祭。伊就那係真正明白這句話嘅意思，就唔會聽無罪嘅人做有罪，因為人子係安息日嘅主。耶穌離開嘅所在係猶太人嘅會堂，在嗰位有一個人，佢嘅一舉手敲踢，有的人想去搶耶穌嘅把柄來過佢，就問佢講：在安息日預餅合法冇？耶穌應講：伊就當中那係有人有一隻羊，這隻羊在安息日跌落佛度去，可以樣辦呢？而家唔係將羊嘅來上來，人比羊嘅貴重加千多呢。所以在安息日做好事係合法嘅。接等耶穌對該人講：樹傳出來，該人一傳樹，樹就復然都像能愛嘅技術一樣。法利賽人出去，就參詳按樣辦對付耶穌來殺害佢。耶穌聽到這個消息，就離開嗰位，千多人聽等佢。佢以後見到有騙嘅人，仲係吩咐佢哋做唔得將佢嘅名傳出去。這係應驗上帝以賽亞所講嘅話。上帝講：看啊，這係我所揀選嘅僕人，我錫佢，佢係我心所歡喜嘅，我愛將我嘅靈賜本佢。佢愛對萬民宣告我嘅正義，佢唔會上漲，唔會太上險，饑荒也無人聽到佢嘅聲音，責罰嘅路著，佢唔會將佢拗斷，會護嘅點火，佢唔會將佢盤踢，佢會堅持行正義，一切都正義得勝，全世界所有嘅人攏總愛仰望佢。這時有人帶一個本鬼附身又盲目嘅愛來耶穌面前，耶穌醫好佢，本佢會講話也看得到，眾人全作講講：這個唔係太尉嘅子孫嗎？法利賽人聽到這個話就講：佢係靠鬼王彼斯卜捉鬼，那麼佢就冇辦法。耶穌對佢哋嘅意思，就對佢哋講：一個國家思想紛爭，這國家一定會敗退。上司也係家庭思想紛爭，天作會起唔起。假使撒旦捉撒旦，就係思想紛爭。佢嘅國樣辦會起得起呢？我捉鬼那係靠彼斯卜一樣，而就嘅肢體捉鬼又係靠馬撒呢？而就嘅肢體會證明係而就唔錯。其實我捉鬼那係靠上帝嘅靈，就係證明上帝已經在而就當中掌權力。咁有人能進入勇士嘅屋下去搶佢嘅財產，除了先將勇士捆起來，仲有法度搶佢嘅東西。唔同我搶下嘅就係反對我嘅，唔同我搶下熟悉嘅就係打散嘅，
所以我老你哋講，人所犯一切嘅罪，老所講一切誹謗嘅話，全部可以得到赦免。總係褻瀆聖靈嘅人，冇可能得到赦免。講話犯到人子嘅，很有可能得到赦免。總係褻瀆聖靈嘅，無論在今生也係來世，冇可能得到赦免。好嘅果子樹將會結好果子，壞嘅果子樹一定結壞果子。看所結嘅果子，就做得認出果子樹嘅好壞。你哋就禿啥啊？你哋本來係惡禿嘅，樣辦會講好話呢？因為心肝所裝滿嘅，再就講出來。好人心肝積善，就發出善；壞人積惡，就發出惡。我老你哋講，在審判嘅日，人所講嘅閒話，特記隆重愛講出來，因為上帝愛用你自家嘅話來宣佈你無罪，也愛用你嘅話來替你有罪。這時有幾個健學教師老法利賽人來對耶穌講：先生，我哋希望看你行神蹟。耶穌就按佢哋講：一個邪惡唔信嘅時代，將要求神蹟，總係除了先知約拿嘅神蹟以外，無別嘅神蹟可俾你哋看。約拿實在太誤嘅都市3日3夜，人子也愛在地最深嘅所在3日3夜。在審判嘅日，年年明人會起起來告你哋倆推嘅人，因為佢哋聽到約拿所傳嘅就虛假歸真。我老你哋講，在倆位有比約拿還卡偉大嘅。在審判嘅日，南方嘅五王會起來告你哋倆推嘅人，因為佢對暗眼來聽所羅門王智慧嘅話。我老你哋講，在倆位有比所羅門王還卡偉大嘅。下令離開所附身嘅人，在早上嘅地方行來行去，尋休息嘅所在，總係尋無。就講，我愛轉原來嘅屋度去，佢就多轉去，看到嘅屋寒定，變到強力，又整理到清好勢，佢就出去，帶7個比佢還卡惡嘅邪靈都轉來，同佢衝下入去吃。按樣，既然後來嘅情形，就比先前還卡慘，倆邪惡嘅時代也會按樣。耶穌還對眾人講話嘅時，家妹老家老太來，佢哋企在外邊，愛老佢講話。有人對耶穌講：看啊，家妹老太企在外邊，愛老你講話。耶穌回答嘅人講：盲人係我嘅阿妹，盲人係我嘅兄弟。佢又指定佢嘅學生講：看啊，我嘅阿妹，我嘅兄弟在倆位，凡實行我天父旨意嘅，就係我嘅兄弟姊妹老阿妹。